好啦，咁我哋就今日嚟試下由呢個櫻桃街轉出去連翔道。咁早兩日都出咗片啦，琴日都出咗片啦，就係櫻桃街轉出連翔道，因為而家改咗路啊，所以好危險。以前櫻桃街可以直接轉左出到，即係唔使讓車嘅情況下都出到連翔道嘅，而家就要讓咗連翔道嘅車先。咁我哋今日試下出呢個路口係咪真係咁難？好，呢度左轉。咁首先會有條讓線啦，以前冇讓線嘅呢度，以前就直接駛到出去嘅。好，望下右邊有冇車，右邊冇，行得。咁而家係夜晚嘅10點半左右啦，咁出呢個路口都唔係好難嘅，因為冇乜車。但係如果早少少繁忙時間，可能即係收工時間6、7、8點啊，或者上晝嘅繁忙時間出呢個路口就可能難啲啦。咁係咯，大家出呢個路口都要小心少少。好，今集係咁多，拜拜。